香港人熱愛運動，又願意接受新事物，所以近年除咗傳統嘅運動外，一股新興運動嘅熱潮漸漸喺各社區之間蔓延。不時會睇到有啲人玩一啲連名都唔知嘅運動。而家就等我哋介紹一下4種新興嘅運動，睇下大家會鍾意邊一樣。第一種要介紹嘅叫做匹克球，因為規則簡單、容易上手，好快就變成全球熱門嘅運動。喺本港一啲新落成嘅戶外運動場，亦都見到佢嘅蹤影。咁個玩法咧，其實佢同現有嘅3種好熱門嘅運動好相似嘅。咁當中有羽毛球啦、網球啦同乒乓波啦。咁點解話佢同呢3個運動好似呢？咁第一樣嘢個場地咧，佢 exactly 就係羽毛球場個雙打場地嘅大細。咁第二咧就係嗰個球拍啦，咁個球拍你會見到咧，佢好似一個巨型嘅乒乓球拍咁樣嘅，咁所以我哋話佢都係好似乒乓波嘅運動啦。咁另外第3樣嘢咧就係個網啦，佢個網嘅高度咧個邊高度係36英寸嘅，咁個高度咧好似縮細咗個網球場嘅高度咁樣嘅。其實我哋喺 Pickleball 裏邊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有一條叫做非截擊線，咁呢個距離咧係7尺嘅距離。咁呢個兩邊又夾埋14尺嘅距離啦。咁呢個地區咧，我哋叫做非截擊區。咁啊意思好清晰啦，我唔可以做截擊。喺呢個區域裏邊，由網到我前邊呢條7尺線嘅範圍，我要打呢度嘅波，個波要彈咗落地，我先至打得。喺呢條線後邊，我就可以殺波啦。咁呢個咧令到我哋，因為個網唔係太高嘅情況下，我哋唔會好近距離、好大力咁樣去殺波，形成咗一啲危險咯。冰壺相信大家都知道係乜嘢運動，但係如果唔識得溜冰，係咪就體會唔到玩冰壺嘅樂趣呢？地板冰壺或者能夠幫到你。嗱，呢個地板冰壺咧，其實就係由冰壺演繹出嚟嘅一個活動啦。咁佢因為咧冰冇咁常用得到嘛，即係特別香港你有冰係一個好高質量嘅設施，咁所以咧佢哋發展到咧，仲可以喺個地板裏面滑行嘅地板冰壺裏面咧，就係通常呢一條賽道裏面咧，就有2組人去玩嘅時候咧，每組人咧就有8個壺，變咗係16個壺一條賽道。譬如佢分咗紅色同黃色咁樣，咁原則上咧就話紅色嗰組人咧，佢4個人一隊嘅，咁你就每一個人咧就玩2個壺咁樣去玩，咁就按次序每人即係隔住咁玩，咁。即係器材方面咧，就主要係呢兩嘢一齊㗎啦。咁但係當然咧，就如果你有啲人唔方便踎低啊，或者發壺喺地下發壺嘅時候咧，就用一個叫推桿。大家留意咧，因為佢喺地下滑行啦，呢個地板嚟㗎嘛。如果你冇任何嘅一個幫助輔助，佢能夠滑動嘅時候咧，就較為難啲咁多。因為佢嗰啲叫賽道咧，都係一膠質㗎嘛。咁佢所以咧，佢製作咗咧入邊下底有3粒品字形咁樣擺咗喺度嘅一個走珠式嘅一個方法咧，等佢可以轉軸咧，就咁去推行佢咁就代替咗冰藥上邊嘅滑度啦。接住落嚟要介紹嘅閃避球，喺電影《深宵閃避球》於2022年上映之後，先至開始漸漸抬頭，由當初嘅民間遊戲變成世界性嘅體育運動。今日嗰個閃避球咧就叫腹球式嘅閃避球，腹球式嘅閃避球就打5個波嘅，咁咧場上邊咧就每邊6個人啦，咁亦都有執波嘅，咁啊2到4個人咁樣啦。咁你頭先見到有啲着住背心嘅就喺後邊執波，咁場上面6個人嘅咧就喺一個對局上邊咧就攞到，咁你有5個波嘅時候，總有一邊係攞到3個波嘅，咁多波嗰邊就要做進攻。咁3分鐘之後咧，當嗰一局邊一邊多人就為之贏㗎啦。咁無論係5對1或者係2對1咧，其實嗰一局贏咗都係攞2分嘅。咁如果兩邊係2對2嘅，就係和，就局攞1分，係啦。咁而最後咧完結咗30分鐘、15分鐘半場，咁啊睇下邊個攞嘅局數多就為之贏啦。就係我哋喺呢個運動裏邊都有啲運動哲學，就係我哋都當個波好似困難咁樣，我哋鼓勵啲年青人，可能如果你未準備好面對困難嘅時候，你就閃避啦，係啦，就閃避開個波。咁當你準備好，就希望你能夠迎接你嘅困難，跟住接好個波就重掌你嘅人生去面對挑戰。咁我哋個哲學理念係咁樣樣嘅。其實最有趣嘅就係我而家都成日講啦，因為咧我哋以前咧打呢個運動係會 book 出邊啲康文署嘅場地，嗰陣時其實個認受性冇咁高嘅。咁我哋就算 book 咗場咧，
都會俾人哋講話，哇！你打點解喺呢個籃球場度打閃避球嘅？跟住最好笑嗰樣嘢係咩咧？就係嗰陣時就話，哇！你 book 喺籃球場 book 嚟打閃避球啊？咁我 book 嚟打邊爐都得啦，咁樣樣。咁呢個係好好笑嘅。咁呢個係真實嘅對話嚟嘅，唔係我作嘅。到而家都仲係我好記得嘅。咁當然而家已經冇咗呢一啲歌仔唱啦，因為而家康文署又好，或者我哋喺地區 book 一啲場地，其實人哋都知道啊，你哋打緊閃避球。踢波係咪一定要跑、跳同埋同對手碰撞？都唔一定嘅。健步足球可能會刷新你對足球嘅三觀。健步足球咧，其實係一個用5人足球做個藍本嘅足球運動啦。咁佢同傳統足球咧，其實主要有3個分別嘅。咁第一個分別咧，就係佢唔可以跑啦，只可以行。咁第二咧，就係佢係唔可以有任何嘅身體碰撞啦。咁啊喺後面搶波都唔得嘅。咁第三就係佢有個高度嘅限制啦。咁個限制就係1.83米。咁一般我哋都係用個門楣嘅高度咧去做一個標準。咁如果個波高過個門楣咧，咁就屬於係高球，咁就吹翻一個間接自由球嘅。咁啊需要準備啲咩裝備？其實都好簡單啦，一啲輕便嘅運動裝。咁我建議都係着翻短衫短褲啦。咁啊同埋一對平底嘅鞋。咁啊，如果冇足球鞋咧，咁啊用翻一啲普通嘅運動鞋都可以嘅。因為健步足球其實強調一樣嘢就係安全啦。咁如果一般比較年輕啲嘅，佢仲可以參與到一般足球，其實都我哋都歡迎佢哋參與。咁但係我哋會特別建議一啲係40歲以上嘅女士啦，或者係50歲以上嘅男士去參與。咁因為一般足球可能嗰個速度會比較快啦，強度又比較高。咁如果開始比較少運動啦，開始afford唔到嗰個強度嘅時候，但係都仲想繼續享受足球喎，咁你就會建議佢哋參加健步足球，咁啊唔使跑之餘都可以繼續享受到踢波個樂趣。咁所以如果係一啲長者我哋都有啲參加者係可能70歲啊，咁去到呢一個年紀，佢哋都依然可以享受到足球嘅樂趣咯。